隻交俾希威森，行圈所見呢隻馬都點頭點頸，又係同上隻差唔多。12號太陽之馬又係力度短嘅馬嚟嘅，咁就希望今日可以放得甩啦嚇，狀態咧都係叫保持到嘅啫。咁所以呢場賽事要留意嘅馬咧，我喺度特別揀1號嘅合中共濟做膽啦，開7號嘅神奇啦，8號嘅依進之星同埋10號嘅高安莊力。咁呢場係介紹翻1780啦，1780呢場提供。881精選。好啦，跌死你啊！佢哋第3場賽事開跑時間唔夠1分鐘啦，紅燈亦都亮起啦，可唔可以你搏擊喎呢場？係啊，合中共濟咧1號。1號啊，合衝共濟就可唔可以雷霆搏擊嘅膽嚟嘅？好啦，司令8號喜進之星，8號喜進之星高興，我都俾多票1路合中共濟2票合衝共濟，跟住韋恩試下10號啊，高耀晉升。 10號高耀晉升，跟住剩翻3同7，3同7擺前啲啊，3號啦，無由千里啦。啊，揀咗1號嘅合衝共濟，3號無由千里，8號喜進之星同埋10號高耀晉升，1384分。第3場賽事881正選。集前速遞。1路合衝共濟搭3號無由千里，7點3半年贏位3倍位置 Q。下射孖寶最熱啦，今場1號合衝共濟過落下一場12號樂無極係最熱嘅6點3倍啊！馬班開始入緊閘㗎啦，入咗2隻搞，跟住加州雷電咧好大脾氣啊！咁至於3揀1咗個獨贏方面啦，A1 隔夜會1隻嘅啫，1號合衝共濟1.6倍啦 ，A2 隔夜半2本371 3.4倍 ，A3 其他藍盤3.1，16分添喎，16分好啊嘛，大市8發私家3萬1檔，馬有人精，但係16分真係有少少似馬王飛嗰啲 feel 咯，即係可能啲對手係幾咁攞拖嚟嘅啲。好啦，入下入剩2隻，我信馬都2隻。首飾傳奇落雷拉，最後 A 威3雲貴道齋啊，膽大威猛。好，亦都搞掂第3場草地4萬千，隨時準備起步。雷公上集啦，可以大搖一戰戰啊，合衝共濟啊，擺咗喺前少少嘅位置㗎啦。太陽之馬都唔放過佢嘅，較為快啲嘅膽大威馬亦都上嚟挑戰喎。首位第11無由千里同埋喜進之星嘅，裏邊有得首飾傳奇玩得好嘅，中間呢仲有呢個嘅加州雷電嘅 B4個位置，高耀晉升必有嚟啊！合火年代包咗嚟俾佢隻江山進區嘅頭同尾嘅馬分大概係7個馬位度啫。合衝共濟咧都係較為快啲嘅，放呢1個馬位嘅膽大威猛守住呢個第2位嘅。落嚟一個太陽之馬啦，愛蘭無由千里啦，喜進之星啊留得比較辛苦少少。裏邊咧首飾傳奇啦，加州雷電走緊3，合衝共濟嘅後邊都係首飾傳奇啦，第3嘅啫，過咗啦時間，合衝共濟第1，太陽之馬第2，第3咧就係首飾傳奇，第4咧就係換得好嘅。咁咧加州雷電都可能影相爭呢個第4啦。早開始啊，一放到咧合衝共濟嘅啦，太陽之馬有少少驚喜啊，圖都係第2嘅，挑戰到呢隻合衝共濟，第3雷電上嚟嘅首飾傳奇，第4都係玩落嘅好啲。好啦，你好咩啦？3分鐘晒，175啊，127啊，127啊，12滿，12啊，17有位置叫啊，係啦，17位置叫4.2倍啦，恭喜晒 Hallman 啊！輸條爛嗰啲好啊，真係嚇冇啊！唔聽你講嘅。好啦，1分09秒72嘅時間都係慢過標準時間啲啊，可能就第2段啊，控制翻慢啲嘅，係話全部都係一放到底喎，潘明輝今日啲你咁跑出嚟成人嘅泥地，土地又私家3，佢又賺啊，佢又幾全，擺前就有得後上啊，得佢幾隨其後勁啦，佢咩直頭要飛，咁你新馬點啊？係咪都係？喂，首飾傳奇好少少啦，而家就係都係咁啦，都係冇㗎啦，但係佢都係冧啲嘅，你睇佢騎好耐先係啊，啲馬都係冧啲，係呢啲路程，即係喜進之星可以擺前嘅，快喎，隻馬
贏15倍位置4.1倍，10號嘅樂無極導贏3.9倍位置係1.7倍嘅。第4場賽事獨贏位置大贏10號嘅樂無極3.9倍，6.5倍導贏2.6倍位置，仲有匹馬唔夠10倍，5號嘅勁快步9.4倍導贏2.8倍位置，其餘馬不10號或者以上。好，睇埋第3場賽事嘅4連環4重彩預計派彩啦，4連環1號、2號、7號、12號啊，派464蚊，4連環1號、2號、7號、12號派464蚊，4重彩順序1號、12號、7號、2號咧派5499蚊啊，4重彩順序1號、12號、7號、2號咧派5499蚊嘅。或者第4場嘅美國灣子嘅年油位就喺大強搭12號紅方鄰居搭10號樂無極，構成嘅年油位係6.2倍，咁啊前腳就5搭6啦，5號嘅勁快步10號紅方鄰居呢班係13倍啦，跟住啊搭12號嘅勁快步10號樂無極呢班係10倍，然後就1搭紅方鄰居呢班係17倍，仲有馬唔夠20倍年油位就係1搭12，一路嘅古浪威4搭10號樂無極呢班係19倍，企年油位20倍或者以上㗎。好啦，點解合衝共濟咁貴，開季開得好靚喎？係上季就諗住，好似都係爭成日跑第2啊嘛，佢係。咁樣雖然佢第3位，但其實佢都係4場。係啊，跟住兩上季之後拉上開始跑4場啊，贏咗2場，中咗2場，第2、第3。所以我用嘅水準咧就係側身馬嚟嘅。係，咪轉咗4歲都馬唔熟。係啦，即係可能大路上太重跑咧，就好穩定。即係個印象好似都係爭啲嗰啲係啊水平咧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就整翻啲檔咧，全部都係好檔馬匹啦。即係除咗3檔，頭先我1、2、4個檔都係你買低前面走，仲有快樂檔嘅就好難講得到你啦。即係傳統私家站啦，私家站就冇得打，前轉1、2點啊嗰啲又長啲。咁而且即係合中制個緊即係好大嘅，真係大佬諗緊快速好係380個嗌頭，所以太陽之馬係驚喜嚟啊！居然可以挑戰佢，真係大啦，條底有落啊！黃浩南係最好嘅呢隻馬真係，唔係呢場頭3甲馬其實。